台要来，各地头的农民，包括中华甲云林，拢赶紧来抢收作物。种花龙果的、种番麦笋的、种葱仔的、种木瓜、种金蕉的，这2天拢有够无闲。另外，家人八斗仔鱼港，迄边是甲船只固定，赶工甲八斗仔鱼落货。啊，若家己当招的蚵仔农，是甲蚵仔价铺悬铺低的景象翕落来，讲会当证明这个风影是愈来愈大咯。海上的蚵仔饼甲鸡仔对海影起起落落。空雷转做强烈风台接近台湾，伫家己当招的蚵仔农巡视的时，翕到的画面已经会当明显感受到风影变强。家人的八斗仔鱼港虽然伫北部，不过渔民也是赶紧驶船入港，甲船只固定，甲船顶的八斗仔鱼紧摕落来。差不多3、4天来啊。哦，至少3、4天了。这东北季风较忝嘛，东北季风哦影响生计啦。啊，台风哦一2天啊就无啊。云林的木瓜农烦恼风台的雨果子落了，一透早就开始抢收。阁有金蕉农摕铁管来插伫金蕉树的边仔，佮用锁啊、甲树啊、甲铁管安绑做伙。嘛有金蕉倒呀。哦，即个讲大家较紧张遐。对啊。嘿，安怎讲？天风会入来。中华的农民嘛真无闲，当时种火龙果甲番麦笋，这2天拢伫咧田里做事，一个啊买办番麦笋，一个啊搁爱看火龙果的情形。绿色的果实当然没办法采收，我们就是透过套袋的管理，看能不能减少损失。阁有上惊饮水的葱仔农拢来抢收，因为顶届凯美风台造成的灾情，葱仔价大起，到即嘛也未回稳，风台阁要来啊。如果下雨量比较多，可能葱会烂掉，都价格会比较再上涨。伫菜市的民众嘛，真有感觉，无论是菜色也是水果，拢总起价。4个100，然后今天变成3个100块。3个100块。对。当下头家讲菜叶类，包括硬菜、苇仔菜，拢总起2成到3成。若是这届风雨真强，产地受到影响，可能阁会继续起价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